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1月28日，新盤市場繼續熱鬧，1月份整體新盤銷售熱勢必突破2300伙的近年單月銷售新高，蛇年亦已快將過去，發展商未有歲尾收爐，而是繼續為馬年紅盤作準備。繼會德豐發展位於港島黃竹坑站6期 Deepwater South，已預告於下月農曆新年後先推6B 期大單位作招標。永泰發展位處於上水粉錦公路的新盤雲香，正式展開開售前的軟銷工作，預期於農曆新年過後隨即開價，爭取成為馬年紅盤。項目共提供765伙，單位實用196至868平方尺，屬開放式至3房間價。物業樓花期長約14個月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